主持一教團拜祝壽，舊曆3月初3，北基顯天上帝聖誕。台南市開基靈佑宮除了請來小花團青團、傳統國家祝壽演出，更特別舉辦點燈祈福、送超體活動，將近200人參與。每一位參與的人攏有個人祈福書文，由道長透過科儀加持，予祈願到達天聽。透過我們這個燈的光明，來照耀我們的本命元神，好，讓我們的本命元神能夠這樣子元神光彩，好能夠就是助旺我們的那個財運啊、命運，能夠更加光明啊、順遂亨通。這回更有泰國朋友來祝壽，2023頭擺來到台南迎古尊上帝公，當時請到象徵領兵馬的烏靈旗，今年更特別組團回來到祖廟祝壽，唔但參與點燈，也閣用泰文來寫書文祈福。這幾天因更是親身感受到神威顯赫，也再度恭請第六尊上帝公亞金星登去風采。拜了什麼都可以先供，我們想的時候，都更順利。就是說，他們請回去之後，他覺得拜完請這個玄天上帝回去拜完之後，覺得做真的任何事情都覺得更加順利，這樣子，有如神助。開基靈佑宮歷史相當的久，是台南市的市定古蹟。隨着時代變遷，委員會持續透過網絡文宣，宣揚先天上帝信仰文化。除了在泰國有信徒，日前也有新加坡道教總會信徒來恭請分靈，會當講是難得的宗教跨國交流記錄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